妾身做错何事？您要抓我？贱人，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，还要来问我吗？你以为你让那个野种叛逃，等将来他翅膀硬了，就能回来给你撑腰，与我和大王子为敌了？王后，妾身绝无此意啊！我只是想让吉儿替我回乡祭拜王父，尽些孝心。至于将来，我只盼望他能做个普通人，平凡度日，绝对没有想和大王子争夺王位，更不敢与您为敌呀！哼，花言巧语，空口无凭，你让我如何信你啊？我愿对天发誓，我们母子绝对效忠于万古族，对王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如有违背，愿遭天打雷劈。好吧，既然你对我表了忠心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忠心长什么模样。来人呐，把他的心给我挖出来！是。王后，我求求你不要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我求你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求求你了，不要！王后，饶了我吧！请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是来阻止王后铸下大错。住嘴！我杀他，就是为了免除后患。况且，他的野种已经叛逃，他现在是我族的叛徒之母，理当为儿受过。我杀了他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王后，此言差矣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是大王的妃子，即便要处置她，也应当由大王做主。如果你今天杀了她，怕是以后在大王那里不好交代。大王那里我自有说法。我今天就是要杀了他，出除我这口恶气。是，杀了他不足惜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对我们还有用处。留着他只有后患无穷，能有什么用处啊？王后，我刚刚卜算过，郑吉现在正在前往京城的路上。他跟大王子那是血脉兄弟，或许是能救大王子之人，那也说不定。再说，郑夫人仅仅是一个柔弱女子，杀了她有什么用呢？要我说，还不如留着他，以便挟持郑吉，威逼郑吉，让他替我们去寻找金黄新桥。你怎么就能肯定那个野种会乖乖的听你的话呀？哼，那个郑吉虽然乖张不驯，但是他却是个至孝之人。现如今他的娘亲就在我们手上，你还怕他会不听我们的话吗？你贵为王后，要想杀了他，那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但是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杀他，而是要救大王子的命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，留着他这条贱命。带下去。是。我知道，王后这些日子为了大王子的事情忧心难过。请放心，司徒所有的一切都是王后赐予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帮王后寻找到金黄新桥。相信我。公主，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大好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哎，前面有茶摊，我们过去坐坐，休息一下。
走吧，这。哎，快去！啊，哎，哎呦，3位客官，哎呦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坐，哎，坐，啊，坐啊，小的倒茶去。这里好奇怪，怎么如此冷清？这荒山野岭之地，经过的人本来就不多，周围又没什么村落，客人少也不足为奇啊。来喽，3位，茶水来了。天热，多喝点茶，解解暑。好，来，公子您的。来，您的。哎，我来就好啊。客气，瞧您说的。哎呦，公子，这是您的啊，喝茶，面马上就来。慢着。没事。你也太多疑了吧？这乡野之地，怎么会有人给我们下毒呢？保护他是我的职责，不能有片刻马虎。怎么了？哇，这茶果然不能喝。为什么？这哪里是茶呀？明明是草根枯叶。平日我在京城里喝的，全都是君山银针，从来都没有喝过这么粗涩的茶，简直没办法入口啊！穷乡僻壤，你还想喝什么？要不是为了静儿舍命陪君子，我才不会来这种鬼地方呢。等我回到京城啊，我要回到我的温柔乡里，用美人好好的畅饮一番。亏得你和王英公子还是结拜兄弟，就知道下玩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不如他，结拜不了吗？人家是一心为国的好男儿，你呢，是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公子，可不是差之千里。你，我什么？我说的字字在理，你反驳也是白费口舌。阿木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怎么总跟我针锋相对啊？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你是心存偏见，故意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我没小侯爷那么闲，没时间搭理你。面来了，来，3位啊，吃面了，别吵了啊，吃面。来，您呢？您吃着啊，吃着啊。你口味尊贵，这寡淡的面可能不合你的胃口，我替你吃。就算不合胃口，难以入口，我也早就饿了。拿来，我要吃，给我。几位公子，不知道我家的面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啊？不错，不错。咦，倒，倒，哎，看着我干什么？是你们主动送上门来的。我这煮熟的鸭子，我还能让它飞了？对呀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。去，把他身上的钱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哎呀，哎，转过来。哎，老大，啊，这是一个女人。什么？女人？哎呦，没想到啊，居然是个女人啊！今天你撞到我这儿，不是你我的缘分，那又是什么？是缘分。其实我本想留下钱财，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放你们？可是这小脸儿，长得实在是太俊了。哎呦，我舍不得了，舍不得。去把他们俩宰了。是。哎呦，没人。
郑兄，这办法行吗？啊，这里地处偏僻，周边也没有什么医馆药铺的，没办法，只好用这个试试了。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是我家乡的土方子，祖辈流传下来的，很有效。我看李姑娘只是多日劳累，加上受了些惊吓，喝一些姜汤，出一些汗，应该就会没事了。真是多谢郑兄了，若不是你出手相救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唉，只怕我们要以死谢罪了。李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即便是我不在，她也能逢凶化吉的。哎，郑兄，你是哪里人士？这么好的身手，为何上次在南疆会受重伤呢？啊，我是西镇人，到南疆游历，路遇劫匪，才受重伤的，幸被李姑娘所救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么快就有报恩的机会了。公子来自中原，走的可不是回乡路啊。哎呀，多嘴！是啊，我不想回我的家乡了，我想到京城闯荡一番，寻找机会，建功立业，出人头地。大哥，你终于来找我了，你是不是不放心我？金儿死里逃生，因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小姐，李姑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王公子，我是郑吉，你在南疆救过的郑吉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去京城找机会吗？或许我可以帮你捞个一官半职的。啊，在下看几位气度不凡，应该是官宦之家吧？哎呀，何止官宦，朕为侯府宵小侯爷是也。原来你是侯爷，失敬，失敬。哎，免礼，免礼。郑兄不必多礼，我和表兄素来就是有恩必报，你救了我们，又身手过人，回京以后，我和表兄肯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哪需要什么回报啊？就像当初你救我一样，不也没要什么回报吗？这次能与几位再次相遇，已是我郑吉三生有幸了。我们今日重逢，也算是个缘分。既然大家都去京城，不如同路而行，就当交个朋友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好啊。李姑娘，你的病刚好，夜里凉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也睡不着。所以出来散散心。我也是。难怪我会把你错认成大哥。你有的时候真的和他好像，甚至会让我有一种错觉。原来你是思念大哥了，才夜不能寐。如今我们天各一方，便是思念又能如何？只怕以后再无相见之日了。你呢？为何睡不着？我是思念家乡的母亲了，也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安好，所以才无法入睡。俗话说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你既是如此的思念娘亲，为何要离家出行呢？一言难尽啊。我虽为大户人家的孩子，但我母亲是侧室，从小我们母子就备受欺负。其实我出来，就是想出人头地，好把我母亲接出来，不再受人排挤欺压，过安稳的日子。我也是，我跟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。我也是被身份所累，不能随心所欲的过自己想要的日子。
我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可惜，等我回到京城之后，恐怕就要听从父命，做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其实父母都是为子女考虑的。你如此聪慧，我想你一定能说服你父母，让他们不要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但愿如此吧。你也是，但愿你得偿所愿，早日和你娘亲团聚。谢谢你。你看，今晚的月亮多圆呢。你说，我们思念的人，是否也在看同一轮月亮呢？小维，你来了。小维心里有一句话想告诉公子。好啊。若公子不嫌弃，小维愿终身侍奉公子左右。小维，我只是一个镇守边关的战士，是一介武夫。我不知道能不能照顾你，我也给不了你幸福。如果公子不能接受我，小维不会怪你，因为能与公子相遇，就已经是小维的幸福了。我等待心爱之人的出现，已经等了一生一世那么长。直到遇到公子，我才发现，我终于遇到了自己寻找的人。但是，我不会勉强公子。小维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继续等你，一直等到你接受我为止。小维，我是一个无家无业又不会讲话的贫寒之人，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对待我。更何况，公子不用解释，我知道，你一直都牵挂着公主。既然如此牵肠挂肚，不如去找她吧，确认她平安无事，你才能放心。见面以后，把话说清楚，这样既能解开公主的心结，你也不会再继续替她担忧了。小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公子不开心，便是接纳了小维，小维也不会开心的。况且，公主救过小维，小维也希望公主能够开心无忧。你可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。好吧，我明天就去向将军告假，然后去找靖郡主。姐姐，我不明白，李靖离开了，你不是正好可以独占王英吗？干嘛还主动让他去找啊？我可不想总是因为灵力不足，时刻面临着暴露原形的危险。再说，要想和王英长久，就必须找到同源一心人，彻底摆脱实心画皮这种讨厌的事儿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你找心跟王英找李靖有什么关系？哼，当然有关系了，因为李靖很可能就是我的同源一心人。
王公子，王公子，哎，小维，找我什么事？我要与你同行，去寻找公主。恐怕这样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无论如何，小维都要伴随在你的左右，以报答你对我和彩雀的救命之恩。小薇姑娘，我很感激你的心意，但这一次我去找公主，如果你一起同行的话，恐怕不太方便。公子放心吧，只要你找到公主之后，我便不会打扰你们了。小薇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无法与公主媲美，也不敢与公主争夺爱人。小薇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番出去，路途遥远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危险。如果我照顾不好你，万一出什么事的话，那……公子不用担心，跟着你是小薇心甘情愿的，只要能伴随你左右，小薇就心满意足了。小薇姑娘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公子，你为何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小薇于千里之外呢？反正小薇心意已决，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哎，小薇，起来起来，先起来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只是路上一定会有危险，万一我照顾不周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只要能在公子身边，再苦再难，小薇都不怕。行了，你以后别叫我公子了，就叫我大哥好了。王大哥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别想丢下我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但我还是那一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自己要小心。走吧。主人，逆狐随王英去了京城，说是要一同去寻找李靖。他既然恋着王英，为何还要陪他一同去找李靖？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主人，我也不太懂他们人之间的这些复杂的情感。不过我听说京城里面繁华热闹得很，我怕这个逆狐会伺机逃跑，不如咱们跟他们一同去吧。好，我们就一同去京城，看看这只妖狐到底有多么的执迷不悟。叩见陛下。免礼。特使一路劳累，不如在驿馆多休息几日，我们再谈议和之事。可汗一心求娶公主，我哪敢耽搁？只求早日找到金皇，完成和亲，以稳民心，同求安宁。我可汗久仰晋公主，闻名天下。传说中她国色天香，所以想先试试晋公主是否是传说中的金皇公主。朕的公主个个都是金枝玉叶，都是朕的掌上明珠。仅凭猜测，如何知道谁是金皇？这个我们自有办法。陛下，这玉瓶乃我族宝物，公主们滴血入瓶，一试便知。一旦遇到金皇公主，这玉瓶便会晶莹剔透，通体发光。什么？滴血？特使大人，公主们金枝玉叶，滴血恐怕不妥吧？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试出金皇呢？想试金皇，唯有玉瓶。大人不必担心，所谓滴血，只需公主们指尖上一滴血便足够。再者，和亲联盟为的是两方的和睦，让公主们牺牲一滴血，这更能说明贵方和谈的诚意呀。可是，选金皇和亲事关重大，为显对可汗的尊重，需选良辰吉日，也好让各位公主有个准备呀。是啊，我族不拘于这些繁文缛节，只求快些滴血试金皇，
与可汗和亲。如果你们觉得没有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先试试晋公主一人便可。晋公主近日身体不适，抱病在床，现在试血恐有不便吧？那何时能试？7日之后。好，天子一言九鼎，在下便7日以后再来。告辞。忤逆之族，竟敢要挟朕，让朕的女儿滴血弑亲。朕的公主们乃千金之躯，怎能受得了如此对待？尤其是还点名选朕最疼爱的静儿。陛下以和为贵，公主们一定能够体谅您的苦衷，尤其是静公主，她深明大义，一定会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滴血弑金皇的。说到静儿，也不知她何时才能回来。陛下，莫侍卫来信说公主已经在回京的路上，想必公主很快就会跟陛下团聚，为陛下分忧了。一族如此跋扈，还特别盯着静儿。朕倒是不希望静儿现在回来，更不想让她试什么玉瓶。万一她就是金皇公主，难道朕真的要让她去和亲不成？虽然朕有众多儿女，但在朕的心里，最疼爱的就是静儿了。让她远嫁他乡，朕是万万舍不得啊！陛下，静公主即便是了，也未必是他们要找的金皇公主啊！您不要如此忧心了。你们都下去吧，不要打扰我。是。义父，您的伤势好些了吗？还好你给了我几个宫女，吸食了鲜血精气，我的双手已无大碍，但是修为大损，我还需要休养些日子。我就不明白，您和福渠妹妹在南疆修行，怎么会受到如此重伤呢？我原本以为南疆地处偏远，无人打扰，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，碰上几个路人，福渠被他们打回了原形，我也受了重伤，鲜血毁了我的真身。义父，您修行近千年，怎么会被凡人所伤呢？那几个都是些普通的凡人，但是有一个人手持金刀，威力无比。我就是被他金刀的罡气所伤。金刀？难道是他？你知道是谁？还能有谁？还不是陛下最宠爱的那个臭丫头李靖。自从我入宫以来，她和皇后处处与我作对，我好不容易除掉皇后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她还在跟我作对，害我当不成皇后。唉，当初你只是一朵曼陀花，只因你厌烦修行，认为那是清苦无趣，非要贪恋什么富贵，结果修得一个人身，你却跑到这里来与凡人争权夺势，
你这么做，值得吗？虽然我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花妖，但是我现在在宫中，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您觉得值吗？不错，你做人的确比做妖成功。等除掉李靖那个臭丫头，我会更成功。哎，京城里这几天都在传，说异族侧使进京议和，要选公主和亲，不知会选中哪个公主啊？听说可汗点名要选靖公主，不知道是真还是假。靖公主，她可是皇上的掌上明珠，皇上能舍得让她去和亲？哎，舍不得也没办法呀。我看这次陛下是不可能和异族宣战了，想要和平啊，只能舍弃自己的女儿了。要说这皇族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咱们平民百姓好歹还落个父母子女团聚，可靖公主如果真的要去和亲了，以后骨肉分离，再想见一面都难了。是啊，这些乡野人士懂什么？静儿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你爹素来最宠爱你，不会让你远嫁和亲的啊。表兄，要不我还是走吧，我宁愿这样一走了之。也许以后和父皇还有相见之日啊。静儿，你先别慌。这样，你先在村里等我，我先回京城探探消息再说，好不好？嗯。李姑娘，萧侯爷去哪里啊？哦，他有事先回趟京城，很快就回来，让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等他。哦，哎，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？为什么听见公主和亲，你们的脸色那么难看？你们认识公主吗？我们怎么会认识公主呢？你就别乱猜了。你看，前面有个集市，好像蛮热闹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啊。表兄都走了一天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许有事耽搁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最讨厌等人了。啊，他在看什么呢？好像一副从来没有逛过集市的样子。我去看看。双双对对吉祥节，吉祥节，双双对对吉祥如意。你看什么呢？这个是吉祥节，吉祥如意，双双对对。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我的故乡是个小地方，我以前很少出门，怎么能和京城相比呢？那你要是到了京城，岂不是看花眼啊？嗯。小心！唐梦姑娘，带小姐走。快走！公主，快走！这儿！这儿！这里是禁军密探的地方，很隐秘，也很安全。天子脚下还遇到刺客，根本就没有安全可言。你看吧，我早就说过不回京，果然有危险。我还是搞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刺客要追杀你一个女子？郑兄，
很多事情我们没法向你解释清楚，所以也请你不要再追问了。表兄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本来是想带人去村子里接你，听说有刺客，曾经阿莫说过这里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你。还好猜对了。怎么样，刺客是什么人？从夺下来的兵器上看，这次的杀手与上次在林中刺杀我们的是同一批人。对方养这么多杀手，看来势力很大，而且这么狠毒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。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？我真是流年不利，连番倒霉。还有更坏的消息。 的确有和亲之事，而且异族特使提出要求，要玉瓶测金黄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公主的血滴入玉瓶，以测出谁是真正的金皇公主。这么难堪的事情，父皇竟然也会答应吗？陛下也是无可奈何，异族大军压境，边疆之战一触即发，想要谈和绝不容易。而且异族特使指明要找你，恐怕这次搪塞不过去了。原来你是公主。 郑吉真是有眼无珠，还请公主恕罪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见到我这个倒霉公主，有什么好拜的？当我是朋友呢，就不要讲究这些礼数，大家还自在一些。是我太迟钝了，开始只觉得你们是豪门贵族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公主殿下，一路上都有得罪，还请公主海涵。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好了，也不怪你了。 每个人知道我是公主之后，都感觉怪怪的。你是这样，王大哥也是这样，就好像只因为我是公主，就不再是李靖了。公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公主，公主，我最讨厌听到这个词了。我要不是公主该有多好，就不用去和那个什么亲了。那公主，那个静儿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，城外是不能待了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遇上追杀我的刺客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回京，先去表兄的府上住一段时间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啊！公主回京不回宫，去住我府上，这要让陛下知道了，肯定会追究我隐瞒不报之罪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如何使不得啊？表兄，难道你就想让我进宫验什么金皇公主，然后再玉石俱焚啊？当然不是了。 既然你这么说，太伤表兄的心了。好了，就让你住在我府上，想住多久都成，这样行了吧？
没有领你的情啊，就这么猜来猜去的，多麻烦啊！我觉得呢，还是当妖好。彩雀，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够了解的。我们马上就要进京了，龙七所在的地方，除妖辟邪的法物很多，更不要说那些和尚道士抓妖师了。你千万要小心，免得漏了妖像，坏了我的好事。知道了，姐姐，你怎么跟王英越来越像了？总是大道理一堆，你跟她一样，越来越啰嗦了。这在人间啊，叫做夫唱妇随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